迎接主耶稣基督伫咱心内出世降世的迄个欢喜喜乐，伫咱的心内。所以今仔日我看大家拢喙笑目笑，精神足好，嘿，咱进入会堂，就来准备咱的心，条件咱的上帝。咱用虔诚的心，用敬拜的心来甲咱的主相见面。咱先来仰头祈祷。听堂啊，宝贝上帝，感谢你，互阮伫6日来着磨。今仔日，煞阮会辛苦，互阮伫即个所在，会当来条件你、敬拜你。愿你的圣神甲阮伫咧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即个会堂的内面，充满对主来恩典，伫遮互赏赐互阮的时阵，阮会当紧紧去牵调、去接受。主愿你甲阮伫咧帮助阮。当心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咱先来念第一首的圣诗。今日第一首的圣诗是第一首的圣诗125，125。第一首的圣诗。你了主耶稣，万有你眷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本王。咱来念第13。542首耶稣基督阮的主，咱听诗琴为咱弹一遍，为头上。耶稣基督阮的主上来，耶稣基督阮的主。你心是成全万事，无论啥事，你到愿家无含冤，我靠你就得安全。搁第一节，咱搁来一遍上来，耶稣基督阮的主，你心是成全万事，无。第一小节的最后一个音是随时就爱搁唱哦，咱拢会尽管是伫过去的诗歌，因为即首诗歌是一个外国的诗歌，所以伊的拍数甲咱通常在念的无啥共款，不要紧，咱惯势就好，搁加吟一遍，咱就会真熟即首诗歌。伊所写的歌词真有意思，伫第3节，即节第3节。食米到夜分大家，恩典到夜补一切。阮感谢何乐金师，你就带来礼物，做一日开始。
即个意境是真，互咱感觉常常咱毋是食剩的才分人，咱是有着甲人分享。因为上帝互咱拢有够遐，毋茫咱用即款的心情、即款的心志来吟即首诗歌。好，咱搁来吟第一站，搁吟一遍。耶稣基督，我的主，你是成全事，无论啥事恁讲冤家无法，我托你就地安全。好，咱煞接要来吟，我的心切切羡慕你，哪落羡慕溪水。咱要用这首诗来搁一遍，甲主讲，我的心随时随刻拢要羡慕来到伫你的面前，见你的面。好。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愿眼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意赐和平，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请撒克来金丝俄罗上帝，信息第125首，美妙主耶稣，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公义人民的天父上帝，我们学了你的性命，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陪伴这个土地做阮的徛家，互阮会当享受你美好的创造。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伫万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伫患难中做阮的帮赞甲倚靠。今日早起，阮自职来敬拜你，要用谦卑安静的心，听你的话语甲启示。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听阮，阮着拯救阮来到世间，互人钉伫十字架顶，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主啊，我要向你来悔改认罪，求你赦免阮，互阮有清洁的心。阮的心要向你拍开，求信心来住伫阮中间，帮助阮了解圣经的启示，脱离罪恶的试炼，来行逐项的圣工，就是上帝准备爱阮去行的。求你赐阮气力甲智慧，学习主你的脚迹，勉励家己，甘心服侍，互阮知影要安怎来疼别人，亲像疼家己。每日反省阮的言行，互阮所讲所做，拢会当合伫你的旨意，诚做别人的祝福。求你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音，加添阮的信心，来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上帝做伙行。主啊，
伫顶礼拜，阮教会完成今年圣诞节期所有的典礼甲活动。感谢主，伫即段的时间，感动众兄弟齐心合一，付出家己的时间甲金钱，为主做工，来传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互众人会当感受为你来的平安。愿主接纳纪念正当工所做的工，荣耀全归主。感谢主伫2024年保守看顾阮出入的平安。2025年伫要来啊，我靠你，求你伫新的一年救阮脱离困境，使阮平安喜乐。求信心即时阵来到阮的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赖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阮爱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5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我来客兄弟来引。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放。宣布上主稳泰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伊的人，拢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请撒开来强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有2位，伫箴言第12章第9节，以及弥迦书第6章第8节。箴言第12章第9节。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上帝引带伊的脚步。策划在人，但上主导引你的脚步。第2位圣经伫弥迦书第6章第8节。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的是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地跟我们的上帝同行。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只是我要请山冈诗班来学罗上帝，所要引的诗歌是耶和华我的石盘。
只是要请山冈教会赖安林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如何立定志向，展望新的一年。大家好，平安，兄弟姊妹平安。我们先放一段影片。这是在湖口的交流道，我们买了一块1000多坪的地，然后现在已经变更为宗教用地，有法人来盖一个新的会堂。我们是属你的百姓，同心聚集。这是新的会堂，总共建筑面积140坪，加上原来的50坪的建筑物，现在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已经快盖完了。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降临在这里，显你能力。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建筑物的暂时的居首。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谢谢黄牧师的接纳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可以彼此来做见证。其实黄牧师是我哥哥的同学，东海大学的同学。这边还有一个老牧师，是我最尊敬的牧师汪定国牧师，也是我们三光教会的小会议长。陪伴过我们好几年。在1984年，我们的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曾经流浪在外，有一段时间流浪到公园教会，在这边聚会，然后启信教会也有到这个我的马日爱德华牧师的家，然后穆克里。然后也到过新主教会，最后呢，我们就在科学园区买了堂，建了堂，有我们自己的教堂，后来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流浪，又到湖口流浪，流浪七次，终于进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土地。这里面我们尝尽了神很多的恩典，数算不完的恩典。在岁末之初，我们人人都盼望新的一年更胜于往年，所以今天在最后这一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就想用这个如何立定志向来展望新的一年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省察自己，并把新的一年重新交托给我们的神，在他所计划和一切所行的路上来认定他，因为按不下。
对不起。哦，好，因为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说刚才我们流浪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最终有神自己他的计划跟他的引导。我们教堂对我来讲，好像是刚才的数字里面，只要募到3500万，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建堂16年之久了。在这16年之久，每一个换一个新地方的时候，要花费上百万的经费，总共6次，然后第7次，然后又买堂，然后变更这个计划成为宗教用地。这一路来，真的是看见神真的是在一步一步的指引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的天父他知道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日子，对我们都有美好的一个计划，包括对教会也是如此。当我们认真的来祷告寻求他的面他必定会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引领我们继续前头的道路。今年2月，其实我已经退休了我就常常在思考如何去过一个退休的生活。那我只能用我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如何的转望新的一年。因为就好像我要如何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新的退休生活一样，或许这些可以来帮助大家去思考来面对新的一年。第一个是要懂得省察自己就是进到我们的内心来省察自己。然后因为我们一旦省察自己之后，我们就可以扩张我们属灵的分辨的纬度。这边讲到 Google 的这个词典里面，纬度的意思是3维的欧几里米的空间有长度的，有宽度的，有深度的，并有重量的这个是人可以借着我们的理性可以知道的事。但是也有第4纬度，是指在意志里面的运作。意志里面的运作其实是灵与魂的运作，是另外一个赵永基牧师说的第4度空间。总个来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在运用分辨诸灵的恩赐上面，可以学习并且获得更多的能量，而且将不再狭窄的，而且是单一的。退休生活开始有走访其他的教会我才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神的带领。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宽广的神。然后去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可以明明可知神的神性，他的永能是不会被改变的。而且是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万有之神，所以懂得省察自己，也就是要懂得进入我们的心灵的世界，来扩张我们心灵世界的维度。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反省，而是懂得更深的去安静等候，分辨自己属灵的状况。过去我非常的忙碌然后几乎没有时间安静下来，马不停蹄的服侍神
借着退休之后，我就可以常常散步，与神同行，祈求神来开启我属灵的眼睛，看到我里面的黑暗，好让我不再一直在陷在黑暗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和什么样的事情来征战，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的祷告或有效的去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比如说，过去我曾经突然感到胸闷然后呼吸非常的急促，然后我就在3个维度的思考里面，理性的思考里面应该要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检查之后，我的血管3个主动脉被就是只剩下5%，也就是90到95堵塞了。那医生很简单，随时就会离开了这样。那我的父亲其实也是因为心肌梗塞离开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纬度去分辨去认出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健康的问题但是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去开心手术，绕道手术之后，在医院里面有3次几乎要面对死亡，吸不到空气，还有1次是血管主动脉掉落，然后血都喷到整个床上都是。那个也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存留我的性命，我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我术后过了几年，有术后症候群，我也得了严重的这个这个恐慌症因为常常把我带到那个吸不到空气然后我要怎么办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严重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必须要常常跑出去就大口的吸空气，然后我甚至不知道我接下来几分钟要怎么过日子。死亡的灵笼罩着我，然后主日礼拜的时候我最严重，我就走到就教会的最前面，礼拜开始我跪在地上跟大家众会友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个时候开始，很多方面的好多的牧师还有祷告团队常常就来一班接一班的来为我做祷告，然后我也去寻求这个身心诊所做来医治，来吃药治疗整个的过程里面，原来简单的我刚才讲3个纬度理性的思考，找到病因之后呢，所要面对的是我们整个心灵的状况。我的妻子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的家庭受到影响，因为我常常深更半夜就叫他说来了怎么办？很多死亡的灵，我以前临终关怀所有送走的会友，很多弟兄姐妹晚上都来造访我所以我就不知道，常常就把我太太叫醒怎么办这样。甚至于有一次我说算了吧，我就走出去了，就走到我倒下去为止这样。不想活了，所以我就一直走我也是狠了心去走我太太想不到的路，这样让她找不到我就想要走了。结果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累，我就坐在旁边。那我心中就有一个声音，我相信是神跟我说的：你太太还有你的儿子怎么办？
回家吧。我就达到恢复。这样的经历，就一定要借着你的刚才讲的第4维度4度空间里面，灵里面要刚强起来，要来面对你的问题。所以在岁末年初之际，我渴望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走进我们心灵的世界一个有纬度的辨别，是跟我们属灵的状况是有密切的关系，也跟圣灵是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看到、感知到细微的事物，并能够真正的抓住事情的本质，而且可以准确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接下来的恢复是祷告的旅程，还有属灵征战的旅程然后渐渐的恢复然后就到目前为止就已经很少发生了。所以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受到咒诅，或者是说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一种身体的反应？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新的这个空间，要让我们也借着这样成为可以在属灵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调整。借着生病开刀，上帝也开刀开了我的心灵的这个深处，让我明白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安利，安定力量但是这个功课我一直学不会，只会往前冲，往前冲努力奔跑然后努力服侍神，好像都是为了神的工作这样。可是神其实他不要我们为他做多少事，神其实要我们的是快乐的活着，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在退休之后，我就常常去散步，安静，重新恢复，重新学习放下，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所以这就是我领受而且得着很大的帮助因为耶稣是被圣灵恩膏去医好伤心的人，释放被囚的人。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可以因着他的允许，我们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到安慰。太多的基督徒年复一年的忍受着这个魔鬼的纠缠，无法有得胜的服事。即便是那些已经得着救恩的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你必须要进入到属灵的核心里面。常常我们会用我们的3维度理性，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信仰的边缘在那边打转信主20年，信主30年，我们没有借着圣灵的引导来进入到信仰的核心，不知道信仰是那样的宽，那样的高，还有那样的重甚至是神的恩典是无远弗届的。所以有分辨的人是一个得释放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愿意安静放下的人。你能看到并感觉到那些被隐藏需要被处理的事物。只有当属灵的状况对的时候，就是你会常常到上帝的面前等候他，你才有柔软的心来面对你内心的深处。这样的结果就会得着修复、重建你曾经所失去的一切。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新的一年的来到，2025，这是一个分辨别诸灵的恩赐要加添给你们，不是只有透过3度纬度的，而是要透过神全人的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加倍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得着释放、修复、重建，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一个让我们大家同心合力才能够启动的。我所谓的同心合力是神能够运行他的大能，他的打理，是因为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所以弟兄姐妹必须是同心合一的，是这个属于这个整个教会的属灵的氛围，有没有让神来做主，让神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生病的时候，才有感动许多的家人和许多的牧者也甚至有一团是有一团有20几个全台湾来的牧者来为我祷告，彼此的相爱，那种彼此的扶持，这样的一个爱，以至于我可以渐渐的被修复。所以教会属灵的氛围可以帮助那些要帮助需要安慰的人，医治那些需要被医治的人。第二，一切的计划在神的手中。圣经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在大学的时候，过去你们可能曾经听说，在监室有圣灵的工作，那我妈妈就拿圣经就这样翻，对着我翻，然后这样翻，一直那个经文说要给我的，就是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他一直好几次圣灵不断的跟我讲这个话，所以我这个山上来的孩子其实民国59年我们就搬到竹东，然后就去读书。我爸爸重视教育，然后我也可以顺利的上大学，然后到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是民国70几年出国的人是少之又少，原住民又没有什么钱，我去的时候也没有带什么钱，就这样去了。然后神给让我也能够进到美国，我是读美术系的全美排名10名以内的学校，然后也让我到大学教书，甚至又再去读神学院，献身给神当牧师，然后也有斜杠的人生，在我们爱惜之音竹科广播公司，在那边当节目主持人，得了2座金钟奖。然后我常常代表国家出去展览，上个月才从雅加达的双年展。我现在不是在讲我多么有能力不是只有这样，不是这样因为我也去过法国，还被加拿大的政府邀请去展览太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经历很多神迹奇事，神的带领实在是美好，因为你已经打通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灵界里面的运行是常常有意外的平安，去经历神迹奇事。当上帝预定的时间与计划跟我们不相磨合的时候，难免会让我们感到怅然若失。当大卫王在想要建堂的时候，神说不能让你来建
因为你杀戮过重。那他也没有那个没有气愤也没有不顾一切的执行他的计划他就说了一句：耶和华上帝啊，我是谁？你竟使我走到这种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谁？我走到这个地步，也是我深深思考的事，也是我生命的见证，是我的经历。因为你所有的计划都在神的手中。大卫称颂上帝，表明他愿意奉献的心志，他看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更胜于他自己的愿望。哪个比较重要呢？是要达到我们的希望跟梦想，还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呢？亲爱的天父，我们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一路以来一直引领我。你比世上万事万物更加的宝贵，因为你是超越一切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2025年，我们更是要紧紧的抓住你。第三个，上帝要你做什么？经文说：世人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我们当中有很多在新年的开始就立定志向，立志要赚更多的钱，或者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或减少上网的时间，甚至是我要戒酒，我要戒烟我们有很多新的希望，新的开始。但不久以后，我们过去的陋习便开始引诱我们重蹈覆辙。一开始是偶尔松懈，接着是越来越频繁，然后再也无法做到了。最后，你的立定志向仿佛没有存在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常常失败？我们为什么常常落入到那样黑暗的光景？与其设定自我改善的目标，或许我们更应该扪心自问说：上帝我要做什么？其实上帝已经借着先知弥迦来启示我们该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这些事情可以改善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更是我们里面刚才我所讲那个宽度那个四维度，那个空间里面，可以更深的去经历它。感谢神，我们不再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圣灵的大能将要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能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弗所书3章16节。因此，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立定志向，更像耶稣。当我们渴望神谦卑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圣灵他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大大的宣告，我们是有盼望的。不管现在多么的黑暗，
环境多么的恶劣，但是当我们跟神对齐了，一切就有盼望了。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来向你悔改，也为我们里面刚硬的心来向你悔改，因为我们里面虚假虔诚的心也向你悔改，因为我们里面的悖逆自我来向你悔改。求你赦免我们在2024年所做过不蒙你喜悦的事。我们今天全然再一次到你的面前匍匐来敬拜你，更深更深的降服在你里面。请你来做我们内心的建筑师，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成为生命的树刀，并且让圣灵来转变我们内在的生命，恩膏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分辨者和一个时代的释放者，赐给我们从你天上来的恩典，好让我们失去的有一个空前的恢复，还有空前的重建，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面前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三个来经回应的诗，信诗542首，耶稣基督，阮的主，请大家起立来经全首。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献的同工。
的诗。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伫生活中丰富的供应甲看顾。阮伫2024年有做无合你心意的所在，请你阮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请你用你的恩典来赦免阮的罪过。愿圣神继续保守阮时常满足，为阮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愿天父上帝欢喜阮的奉献。也求主引带我，运用正人的方式来成做你事工的顶面。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线下来报告，请文件张罗。现在大家平安。三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恁台语听有无？哦，好，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三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谢谢赖牧师今天的讲道。今天三光教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因为有你们的歌声，让我们得到激励。谢谢你们。好，说入去。今仔日是2024 12月29日，过2日，咱就要过加一会。虽然台湾人较习惯用农历年来做加一个会休，总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明年就多了1岁。多了1岁，就离上帝越近，感谢主，多了1岁，就离上帝越近，我们感谢主，因为在那里是有永远的福乐，那还存活的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赖牧师所选的542首《耶稣基督我的主》，最后一个每日所做主帮咱，一生为你备办路，上主会为咱备办路，平安疼痛无限，会当保护照顾你，感谢主。好，上重要一句，找见咱进入世间。所谓的找见咱进入世间是讲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当一个自己在家里感谢主的人，而要进入这个社会，看到这个社会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从你的身上得到帮助，这是善的循环。好 ，OK， 好，今天真多谢咱三光教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那过去1个多月来，公园教会各事工团契能够在整个圣诞节期的活动当中献上自己的心力，代表教会在这里向所有参与投入的敬拜团、圣歌队很辛苦的一个练习，然后还有各事工团队参与的那个，譬如说恩典永流啦，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圣诞市集，还有我们那个 Special Maybe Group， 还有我们在仙乐园那边的一个词汇一个探访。这些都是大家同心合力之下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也感谢我们的上主，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
在地面上为他做这一些事。OK， 好，今天下午有小会1点钟的时候要召开，现任的长职还有新任的长职也都必须出席那下个礼拜是2025年1月5号台语礼拜后召开长职会，新就任的长职也都要出席。下个礼拜2堂礼拜分别举行，然后2台礼拜中又都会举办圣礼典那请长老一定要出席，不然这个圣礼典的一个旁边这个一个圣礼典的服饰就会缺人请各长老要注意这一件事。第6个部分是下个礼拜台语礼拜中要举行长老执事，还有事工团队首长的就任。这个名字，长老林正启、黄启修，执事阮淑清、邱佩仪、陈崇柱、曾成、杨祥伟。事工团队的所长主日学校长林金熙，圣歌队长陈少全，敬拜团长徐可轩，双联团区会长林敏泰，婚礼团区会长陈美生，社青团区会长白信佑，学青团区会长曾毅，少年团区会长苏辉，雅歌小组长陈新白，10岁小组长卢淑慧，信仰小组长陈建敦，田抗力小组长黄太一，事务小组长韦德宇，活水小组长徐思成，社区桌球班陈义林，运动团区会长陈义林。这些人，如果今天没来华语，也没有来台语的，请认识的人能够帮忙转达一下，帮忙转达一下，尤其是分配在不同组别的，就像团区发展组里面的各个小组长，一定要有团区发展组的组长能够帮忙联系，一定要在1月5号能够在这个台语礼拜这个地方来就任。好，那我们教会跟马偕医院有另外一个关怀行动，就是长者健康促进活动。这个长者健康促进活动是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马偕医院是期待你能够长期稳定的出席，长期稳定的出席。他每年都必须要重新造册，这个重新造册的动作，我们就必须透过报名才能够确定。所以，请你还没有报名的，还可以报名。那要报名的话，可以找陈纯美长老，或者是找那个我们的干事玉山干事来办理。以上报告。接下来有补充报告。首先要感谢赖牧师，他今天有带一份他的作品，然后来献给我们公园教会。那我们是请那个黄牧师来代表教会来接受这份珍贵的礼物。这个是送给黄牧师的然后另外赖牧师我们会再补。好，赖安里牧师呢，他是我的同学赖安德牧师，赖安德牧师也是牧师那在东海有4年，他有3年半跟我都住同一个寝室，所以我们有兄弟般的感情。那每次看到安林或者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那当然就会跟他哥哥连接在一起。然后，那安林也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就知道他这个人。那安德他前几年就安息在主怀了，所以安林是看到是像他兄弟般的情谊啦。所以这次他虽然退休了，我们指定上光教会一定要安林牧师来讲道。那一万比也是在情感上一个连接了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他能够来到我们这边来分享。那我们弟兄姊妹也按照他们教会的需要来为他们来带祷甚至为他们需要来奉献。
接下来补充报告哈。第7点，财务主勤，兄姐今天完成今年的个人奉献，愿上帝赐福大家。第8点，门徒培育组举办基要真理班和受洗班，下主日开课，下午礼拜天的下午12点半到2点，在607，预备受洗跟慕道友跟有志信仰的兄姐，请向干事报名。第9点，门徒培育组举办婚姻成长读书会，邀请愿意在婚姻关系中学习成长的兄姐参加。明年1月4号起，礼拜6下午的3点到5点，那地点在教会的3楼，要参加的可以扫 QR code。第11点，大学学测将近，请为学测的学生代祷。教会寒假期间开放601跟607教室，提供给学生温书自习。礼拜1到礼拜5上午8点到晚上9点，欢迎本会大学生陪读。2025年的月历一户一份，请于1楼服务桌登记取用，送完为止。刷下来紧，最后提起的是信息401首，愿全人主上帝。今时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紧。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无穷的爱、圣灵的感动、教训、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